过日仔，家己行动结束，我坐济公的落南，转去找爸爸妈妈。即摆随身加早过日仔转去，因两个看着我的牌仔绑一顶过日，拢感觉真亲切。过日是做事人拢有诶，妈妈讲我即顶过日是一年一年添诶，拢总添5年。安尼天嘛真知，较早牵线固定诶过日已经真奥买啊。我讲即顶是大姊个，伊旧年囥伫阮诶车顶，袂记即体，就互我甲讨来伫啊。迄天伫家己市内行路诶时，风真透，过日拢滴袂牢。我趁机会问爸爸妈妈安怎办较好，因两个想共款，拢讲目囡仔就袂互风吹走去。我讲惊得袂当目囡仔啦。队伍诶过日仔爱一直清清气气。爸爸看我甲过日伫咧，教我为过日仔诶上边仔两边搁绑绳仔来固定。人民做主志工行动诶时是安怎要滴过日仔？爱讲故事诶老志工有讲过，即顶过日有台湾诶意象，是咱遮特有诶。咱诶农民拢伫这咧做事，热日热雨朴实好用。做田人是甲咱诶土地上亲近诶人，因所做诶工课、所种做诶物件，拢是咧请用即块土地诶每一个人，为子孙咧拍拼。咱敬佩农民。为1994年开始，咱就用双脚行伫咱诶土地，晒日压雨，甲农民共款亲近土地，滴共款诶过日，汗水嘛共款撮撮滴，伫每一段路程锻炼甲提升家己诶心智。今年4月，伫彰化行搭诶时，有一段是为二水车头坐车去原泉车头来起行。话台顶有一群幼稚园诶囡仔，有一个囡仔看到遮大阵滴过日诶大人，伊真好奇，讲一句华语：怎么有这么多农夫啊？这个幼囡仔知影过日仔甲农民是一体的，伊会当认捌着即点，听着嘛真甘心。可惜的是，伫外口要听着囡仔讲台语，机会实在真渺茫啊！即马因为国际经济市场的关系，市面上加一寡无共款样式的日仔。毋过人民做主志工，阮在坚持伫咱台湾农民的过日。大家买过日的时，毋通买毋对去。为水上行往家己，队伍行伫唱冠线，分团单的志工分互坐伫田边休困的一个做事人。伊看团单的模样，互摄影的志工甲翕起来。背景是稻仔田，
农民伊拄过日仔，较才后一支徛在在的猪头，倒手边一骹家己仔，坐伫田边树仔骹，斟酌看落实民主的传单。即个画面互阮真感动，互我想着来写过日仔的代志。